如果有個朋友同你講我要去非洲坦桑尼亞做義工，你會唔會覺得呢件事好危險啊？但係估唔到不嬲都好驚青嘅我，竟然真係去咗。但係原來一切都係偶然。偶然有一個長假，偶然攞咗張動物大遷徙嘅宣傳單張，偶然知道原來義工營都可以去非洲，於是就諗咗一諗，打針、報名、plan 行程、說服屋企人，然之後我就出發啦。點知我去嗰個義工營，人丁單薄，唔似想象之中好似無國界咁熱鬧。當你問個天，點解我去到邊都係孤零零，係咪連你都唔中意我啊？原來佢已經安排咗啲好嘢俾我，唔係一大堆人，而係兩個好好玩嘅 buddy，同埋一個好溫暖嘅寄宿家庭。咁啱，我偶像著名生態保育學家 Jay Goodall 過咗身，佢研究黑猩猩嘅地方啱啱就係坦桑尼亞。來都來了，我決定就要向佢致敬。點知嗰個國家公園嘅遊客少到連拼團都拼唔到，最後一人包團。導遊話呢一排選舉政治局勢好緊張，嚇怕晒啲遊客。安全返到香港先知道選舉嗰日有流血衝突，全個國家斷網1個星期。好彩我識嘅朋友最後都安然無恙，而我就好似被上天眷顧，唔遲唔早，偏偏喺最安全嘅時候就完成晒我想做嘅嘢。諗返轉頭，如果嗰陣時有伊波拉嘅病毒爆發，我係唔會去。如果唔係有一個長嘅假期，我亦都唔會去。咁多個偶然，再加埋我每個衝動嘅小決定，結局就好似一早安排咗咁。個天好似話俾我聽，你即管去做你中意做嘅嘢，做好自己嘅本分，其他嘅我都會幫你安排。